请观赏台视午间剧场《难忘风雨情》。只要伊一年来按照时间出货，我保证伊会当赚到1200万的利润。啊，一年就会当赚1200多万哦！当然唔拿这个数目啦，这只不过是伊今年接到订单中的其中一张利益啦。我相信你也捌听过恁先生讲过，正常这几年生意做了袂歹。有啦，阮头家捌甲我讲过啦。啊是讲，先生啊，啊你今仔日找我来是？哦，真歹势，本来这个代志我是爱找曾先生，要毋过明仔日透早我都要去巴黎开会，所以只好来叫了曾太太。这是恁先生呢，甲郑嫂所照的照顾。有啦，啊郑嫂吼，伊也毋都有敲电话来啦。讲伊急要用钱要周转啦，毋过哦，阮先生伊的工厂哦。曾太太，你唔免紧张啦，我唔是要来催你还钱的啦。郑上也有大概甲我讲过，甲恁先生的交情，我也相信曾先生会做啦。也毋过呢，阮身为外商的公司，所讲究的是平静，所以想要请曾太太你替阮想看卖啊，看有啥物具体的平静，会当互本公司做依据。譬如讲不动产的关庄啦，还是讲有价的证券啦。什么叫做有价证券啊？它是股票啊。照我所知影，一般的家庭主妇伫咧股票市场是占真重要的地位。有啦，我本来吼是有淡薄仔股票啦，毋过吼，进前一阵仔，我都拢卖了啊咧。哇，这声就歹办啊！我听郑上讲恁先生为了要改建工厂，将不动产摕去银行做抵押。刘先生啊，你着斗相共一个呢。最近吼，阮先生的资金吼真正有较暗啦。毋过阮这新机器若入来吼，阮就当恢复正常生产啦。我会叫伊吼，一定吼为这200万生还啦。郑太太，我已经讲过啊，我都毋是要来逼你还钱的啊。坦白讲，这边我若出国倒转来。我阁是讲要当面找曾先生谈一下，看讲吼，咱是毋是有合作的可能啊？哎，对啦，曾太太，咱迄间工厂，你应该是股东啊对啦吼。是啦，我会记吼，阮头家要开这间工厂的时候，有甲我登记伫咧股东的名册内面啦。哦，好，安尼上好，安尼上好。既然曾太太你是股东之一。咱就好讲啊嘛。毋过吼，工厂即摆目前也无趁钱啊，
而且哦，我手里哦所有的股份嘛才50万块尔啦。啊，他会遮少啦。唉，好啦，50就50啦，谁叫咱大家拢是正常的好朋友啊？那咧，就麻烦曾太太，你伫这合约书顶悬签一下字，同意讲本公司用200万的借据来换你的50万块的股权。曾太太，其实阮安尼做，本公司所担的风险是比你的加危险足济啦。只不过是时间真短，我也袂负讲要求你提供金额较有价值的担保品。不过呢，我希望讲你会当同意，等我后礼拜若出国倒转来，会当邀请你甲曾先生来阮公司一逝，咱再来详细研究，看安怎会当将这200万的借款呢，换作是本公司对恁工厂的转投资。你是讲，恁公司愿意投资阮头家的工厂哦？当然啦，既然大家拢是生意人，只要会当趁钱的生意，本公司拢嘛有兴趣。除非恁做的是稳了无赚的生意啦。哎，毋是啊，当然毋是啊，我敢保证讲吼，阮头家的工厂会愈做愈好啦。阿妈，老早，老早，歹势哦，凊彩互你传早顿。天祖啊，昨暗阿春仔是毋是阁无转来？哦，伊讲要带小某转后头厝哦，大几工。你是毋是甲阿春有冤家？无啊。阿妈，多谢你哦。哦，你好煮，我上爱食的番薯糜啊。好食呢，哦，真好食。阿妈，我食饱，啊无哦，我要来走哈。哎，天祖，还阁这么早，啊你哪会等米费？我来叫伊起来。哎，莫，阿妈，你千万莫去叫米费，可以加付我啊。这医生哦特别有交代，讲这几工啊，可以加点咧面床吼，安尼倒掉的，唔安尼走来走去啊。啊，小等下我会去菜市啊，顺便买一包白骨来药剂，再拜托阿母吼做好食。啊，米费啊，什么时阵去看医生？谁哪拢无甲我讲。这啊，是米费啊，特别甲我交代讲，莫甲你讲啦，医生安尼烦恼啦。你看啦，我这支嘴吼，愈交代煞愈讲出来。米费啊，无爱互你甲我讲，伊去互医生看，这是为什么？天祖啊，你还坦白甲我讲，伊到底是得着什么病？我真是迄落，是迄落，啊，是啥？你看啦，阿姆啊，我就是这头壳摆记忆歹啦，是我啥我又搁袂记的啦。不，免烦恼，无重要，无严重啦吼，放心啦。天祖啊，是毋是你故意暗藏我甲我讲哈？我是毋是米费叫你莫甲我讲的？妈，是我叫天祖莫甲你讲的。我着这几工仔胃口足歹的，啊，昨下晡才去病院做检查，啊，医生着讲我是血压伤低，阁有贫血，才有这款的现象。天祖啊，医生敢真是安尼讲？是啦，血压低，欠血，阿姆啊，你血啊，我要来去做生理啊，恁豆豆抬杠吼，我先来走吼。米费啊，咱母仔囝以前敢若有啥物话，拢会当提出来讨论，提出来讲。即马敢若拢无共啊吼。啊，妈，你讲啥？米费啊，妈妈希望你会当知影即马到底是咧做啥。人的一生，有当时为着一念之差，会当改变你一生的命运的。我知影啦。天祖讲，阿春仔转去因后头厝大新。伊有甲我讲啊，伊讲说啊，带囡仔转去后头厝大几工啊，就会转来啊。米费啊，我就抓，绝对无看到啥物金破链，啊，我嘛无去阿春仔房间摕物件。我甲天祖拢相信你，一定是阿嫂误会啊啦。其实我嘛了解阿春仔会讲即款话的理由，伊是希望讲我会当将咱母仔囝赶出去呗。米费啊，你心肝内到底有啥物想法啦？
敢讲真正要踮遮孤人，无想要走是无？天蛇对咱母仔囝实在是真好，啊，毋过搁再讲，伊到底毋是咱真正的亲情。咱若搁再大落去，恐惊会拍歹人翁仔某的感情，我心肝咧实足不安的。你敢拢无感觉是无？妈，你放心啦，等这2天我身体若较好啊，我就来去看厝，安尼好无？李慧啊，我希望你吼，另外搁去找一个工课来做，莫当咧天做的面搭斗相共。咱袂用个怪阿春啊，无讲理者。有当时连我嘛感觉到天做对你的照顾伤过超过。妈，你误会天蛇伊会做人啊，伊对所有的人拢是共款遐尔热心吗？我有误会无误会，迄无要紧。我是惊讲，万一若明辉听到啥物风声，你是要安怎去甲人解释？李慧啊，男女间的感情是绝对无用阮第三者会出现。我嘛知影，你甲天祖是绝对亲密的，啊，毋过明辉的感觉，迄就无共款啊。他才会去啊。李慧啊，男女间的感情是绝对无用阮第三者会出现。我嘛知影，你甲天祖是绝对亲密的，啊，毋过明辉的感觉，迄就无共款啊。他才会去啊。你甲明辉是安怎？啊，伊敢是去下港做生意，还袂倒转来？伊无打电话互你哦？妈，我足忝的，我要来等帮伊休困啊。明辉啊，起来看卖。哦，来啦。哎，谢谢。什么人嘞？你的嘞？我来。哎，啊无啊，这啥意思啊？什么叫今仔下晡2点去公司参加股东会议？啊，煞了讲希望所有的股东爱准时出席。哎，我是这间公司的负责人呢，也是上大的股东哦。啊，我有口讲要开会啊，啊，啥物人大嘴大耳，甲讨说就飞出来。天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这是啥物公司？伊较有咱的股票。咱毋免插遐济，你甲看啥物所在聚会？咱赶紧来去，我要甲看因的比啥物吧。民生东路三段。阿爸，这个地址卡甲天富集团的地址完全共款呢。阿爸，咱已经等要几点钟啊呢？田秘书，实在真歹势，互恁等遮尔久。啊，无要紧，无要紧。是毋是应该请恁来到阮总裁记者会面呢？啊，好好好好。请。这位就是天富集团的总裁，也是天鹰投资开发伫台湾上大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装饰企业的大股东啊。哎，无啊，你会讲电话的袂哈？迄逐个嘛知影，我庄在宏是装饰企业的大头家。
看较详细。55%，这哪有可能啊？这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嘛！啊，看你好偌大本事啦，佮我这员工遐补拢总互你收落去，我才有40%尔。其他的50%是属于我、甲阮太太，甲阮后生。你要哪有迄个本事通去摕着阮总裁股份？曾大老板，这份文件拜托你看较详细。本人同意将本人所拥有的庄氏企业股份转让为天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带保约。是妈妈签的是，无可能啊！妈妈无可能无经过咱的同意，就把股份让出去。这其中一定有啥物阴谋？曾明辉，请你讲的较客气，啊若无，本公司想要告你诽谤哦。无你是想要安怎？明辉啊，你较冷静者，我都唔相信会当甲咱安怎。好啦，你会出去。你到底是啥物人？曾副总，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想袂到这么紧，你就老朋友放弃。曾副总，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想袂到这么紧，你就老朋友放袂记啊。丽玲，真实是你。啥？你就小我笑？阿爸，你敢袂记是啦？伊就是阮当初顶的查某囝，吴丽玲啊。对，我真对。以前伫个大所在，我捌看。丽玲，你敢毋知阮大家拢在找你？自从你走离开厝里以后，伫厝里发生真侪代志，而且恁爸爸吴董事长已经过身啦。曾副总，我今日请你来，毋是来叫你甲我办不高情的。丽玲，请你叫我总裁。曾总评理，这份财务报告是我下晡才摕到，你看卖。我顶头的数字是有误定。你是安怎咧调查我？阿爸，这内面竟然是20年前，你甲银行所有来往记录拢有。当然嘛是有，整是企业，即摆已经订入阮公司的名下，阮当然会详详细细的调查。你咧骗死啊！啥物人讲总是企业拢是你的？阮爸仔囝吼，啊至少有40%无伫的啦。吼，我都唔相信讲你会当对阮爸仔囝安怎样啦。这就是我今仔日召开股东会议的原因。这间工厂经营20几年，竟然会舞甲负债累累。我毋知你这总经理到底是安怎咧做。你，请问总裁，安尼你今仔叫阮来，真正的目的到底是啥物？
真简单啊。为着要救恁迄间破工厂，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到底是啥物办法？珍珠改装。即摆工厂的负债是比资产搁较济，若是无珍珠，根本无法度解决财务上的困难。若是改组，我当然会舞出适当的人选去做总经理，一定要伫咧上短时间内，互即间工厂恢复正常的运作。你咧骗死啊！我甲你讲哦，这工厂是我一手创立的，你免想要甲安怎啦？敢安尼？你毋通袂记，即马是民主时代，大不了大家用投票来解决。阿爸，当然啦，恁嘛会选择另外一条路。我的手中用所有的股份拢买来，这股份是我用4倍价钱买回来的，总共8000万。假使恁若是有心意，我了淡薄袂要紧，6000万我就使卖恁。安怎？两位对这个数目敢阁有意见？或者是你嘛会当考虑将恁手上的股权卖互本公司？我会当用8000万同款的价钱甲恁买。安尼恁因银行贷款，搁较同样一间的借款，至少嘛会使存咧30-50万啊。爸，